关心合库金控的董事长林谦浩，伊上任无到2礼拜时间，昨昏若像是因为急性肝衰竭来过身。有医师讲，急性肝衰竭第4日有甲8成，若是发现皮肤也是目睭的白人变黄黄，都要赶紧去医生看。合库金控银行新任董事长林谦浩，才多上任无到2礼拜，传出技术面部性肝炎，切至透早过身，享受64岁。医师表示，俗称的面部性肝炎其实就是急性肝衰竭，肝细胞伫短时间内大量死亡，致使失去排毒代谢功能。若无及时治疗，第4日高达8成。当这肝脏衰竭的时候，这细胞大量死亡，它就没有办法去承担这样子的工作。当这些重要的我们生理的功能无法达到的时候，很快的就会进展到最后，就是到肝衰竭这个程度。医师指出，造成急性肝衰竭有几项原因，常常看到就是 B 型肝炎引起的病毒性肝炎，另外乌白食草药、加偏方、加过度食葡萄糖等一些氨酚等药物，那造成毒性代谢物无法度排出。常常看到症状是无力、会忝、眼白黄、地色流等。肝组织损伤若佫较厉害，会产生黄疸，严重会出现肝性脑病变、昏迷甚至死亡，要赶紧换肝才能换命。我们肝脏的细胞也许已经坏死超过1半以上了，这时候就暗示着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肝脏，也就是肝脏移植的评估，才能度过这个难关。医师强调，急性肝衰竭虽然恐怖，不过是用预防甲及早治疗。比如 B 型、C 型肝炎大患者，应该定期追踪监测肝功能，避免用箭头、恰零恰风，唔通食酒过量，出现黄疸、腹肚胀大、意识不清楚，爱赶紧看医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